医生是比如咱建议两所地方，注意这现代的个人呢，咱头较好的医院呢，来而且咱后续的重要嘛吼。啊，而且咱为咱会知影开始吼，咱就已经有药师吼，甲咱讲到着天之道、人之道。互学者就来讨论，就是伊是迄种伊的成就。其实重要的物件，离不开着咱王老师讲的平衡、平衡啊。要达到真正的平衡，心爱会病，才会平衡。心若无病，心若无病就有怨。就有输，就无中正，所以重要的物件就是要咱平衡，平衡着咱的心，平衡着咱的关系，互咱内在合理，外在嘛合理，对无吼？啊，这个合理对到是用平常当中的合理，平常当中对迄个点到迄个点。叫做点点滴滴的合理，啊，点点滴滴的过程当中，要求着咱身心灵的平衡，这是重要是解大问题。当然，身心灵无法讲达到平衡的原因，就是咱的心的物件无够，心的物件无够，所以心的物件就是要互咱身心灵一直到平衡的一种能力。所以中药内底，伊拢以性为以性开始，以性结束。中药内底拢以性为主体，所以伊的目的嘛是要咱达到合理，所以而且当中卖有少时间来讲者，咱先为本文这个所在咱做伙了解啦吼，第21章啦吼，咱做伙了解吼。自生命为之性，自明性为之道，成者明义，明者成义。咱先为第21章这个所在遮，咱大家互相来研究啦吼。自生命为之性，自生命为之性。咱拄仔会知影，咱有件事甲咱讲话讲，成者天之道，成之者天之道。这个自生命为之性以外，按讲就是在讲成者天之道。所以会知影佫有讲着啥呢？讲着成者呢，不变而用，不思而定，从容中道，性而定。就是咧讲这物件是由咱自身当中去流露出来，去流露出来物件。所以自性的意思呢，是自有、自性之本性。当讲咱自性内底本来有的物件。迄是咱的根源，咱的根本。所以咱来当甲人讲，咱的自性当中，伊本来就有一种本质，迄个本质就是不变而用，不生而定，从容中道，迄个就是圣灵的本质。所以咱有必要圣灵的本质有，所以迄个圣灵的本质叫做性，伊的本质，圣灵伊的本质，本来咱就有伊无，咱本来就有必要圣灵伊的内在，咱有必要，咱有必要圣灵的条件，有必要圣灵的内在，所以这个主爱当中就是种的主法，就是种的主法，就是咧讲咱的性本。咱
因为伊有名言呀，伊有主法无？伊有主法呢。所以你若伤害着，你互伊咬着，互伊受啥物伤害，拢爱判刑，因为伊有主法，伊有迄个灵了后，伊有主法。所以灵，咱有灵的主法，毋过有分伊的主法，咱本来无分的主法，咱有圣灵的主法。毋过这个法有信，有点伊会信。重点在此，行的是咧讲咱的行为。就刚刚讲咱有行为的模样无？有点关键，你会是。咱的行体有出来，咱迄个模样就有，咱若安尼叫做义信。迄个义信。咱的行体了无够，叫做啥？是有义命。迄个行的物件当中，本来就是咱的自性，有一种行，迄个物件是由自性自然去流露出来的物件，迄个是毋免去加工再制的物件。咱会知影无种事情会放一寡影片，迄影片的物件，迄囡仔所流露出来迄个上爱真的物件，伊放来去学，伊本来就有啦。伊本来就有，伊所囡仔所表现出来，点点滴滴，当时拢真正由清净无瑕天真所流露出来迄种的性，迄种性哦。咱伊管着你过去妈妈，你对我安怎，你对我安怎，伊流露出来对妈妈迄种亲的情，迄个情，愈细汉当中伊迄个情的物件愈深。迄个情的物件来自于伊足自然的性的物件来产生，这个毋免加工再做。这个叫做咱本来的天性。所以透过着妈妈的天性，才有法度契去着囡仔的天性。妈妈的天性，咱来学，毋免学。妈妈所流露出来迄个心足清净的自在的这种物件，是不用学的东西，毋免去学的物件。囡仔咧应妈妈的迄个叫妈妈咧做一个契机，迄个物件伊嘛免学的。妈妈的天性咧流露出来，这个物件伊嘛免学的。这个拢是与生俱来，咱的主观就是咱的自性所本有所流露出来这个物件。这个是那是真正咱要爱的上爱真的物件，这个是习惯，但是真正性的物件，所以来性后面对着性，叫做性。性的物件咱是真正达到真正性。若无的话，性的物件若无去，性的物件若变进去了后当中，所流露出来的情拢爱甲一讲，所流露出来的情拢爱甲一讲。咱对囡仔的感情会愈来愈好，因为性的物件，性的物件会愈来愈少，因为性的物件。囡仔会知性的物件愈来愈多，那安尼的话，我们跟他的桥梁障碍愈来愈少，这是囡仔会知会杂质愈来愈少，囡仔杂质少的时阵，足清净的时阵，愈多杂质的时阵，妈妈所流露出来的清净，是这样的。因为自性本来就清净的物件，你有外亲配你有来的物件就外亲，所以今仔日咱知音的人足少，其实认真讲是咱心不高兴的关系，毋是咱袂晓交，是咱袂晓交朋友，因咱袂甲伤过济，偏偏伤过济，咱的心伤过济，人真好。
有无？想的物件影着咱的生活，咱的生活会无？会嘛？啊，迄本质的物件流露出来以后，你流露袂出来，你自然迄个物件就流露袂出来，这是一定的物件。哦，所以咱本来迄个咱免去学咱即个的成，伊就是安怎？伊个叫智性，智性的物件，伊就是要流露出自性本质之心。透过智性来流露出咱自性本质之心。咱的自性本质是靠咱智性这个物件，性的物件流露出来迄个足自然，流露出来迄个足真的物件，足自然迄个从容从好迄个物件，不事先迄个物件，中庸中道这个物件，这个物件足清清去流露出这个自然。这个才是自性本质，阿妹啊，这个流露出来，咱叫做偏性，咱叫做偏性。所以生囡阿囝生落来时阵，偏性流露出，咱流露出。这个囡仔拄着生死关头的时候，咱的偏性流露出。所以生死大事因缘啊，伫大事内底偏性自然流露。所以，当拄着死的时阵，迄个关头的时阵，变成做安怎？咱交易的基金所流露出来的天性，迄个就是任何的东西都无法替代。还有你不爱的东西，那种东西就是无法替代，那种程度最正。所以生和死这种是天性的。所以，伫迄个生和死，咱上界有流露出天性是本质。迄个性的物件所流露出来，嘛上界重要。这个是，所以头一句就来讲自性命，就是咧讲迄个事。咱就讲自性，迄个性是足自然。所以性当中伊具备了什么？具备了驱动性，具备了整体性。联动性、规律性、延续性、整合性和组织性，性的物件就是这，你会达到这有两个偏性，我有两个是偏性，它偏性这两个我都达到这物件，这物件偏性流露来，咱的心马上激发出来，拢免人教咱安怎做，快乐囡仔咧好，咱马上随便起来，安是安尼。你照顾阿妹啊，毋是安尼嘛？是啥人来咱讲惊着马上随便来。你刚才来讲紧的啦，唔免。那种成对的自成的那种偏性流驱动而出来，那种驱动力是瞬间的。甚至于讲一旦靠近了，有一点小开心。你安尼对，它是整体性，整体性就是无微不至的。迄个小美好诶。大行当中叫我想无着，所以来到去看册，来到去问爱安怎？他的内心里面是无微不至，个严重性，要安怎较好伊安怎，较好伊讲什么时食，什么时来安怎，什么时来要食什么药啊？你内底有安用无？这样有安用，用不清楚，它是规律性，它是延续性，这个是它是一直延续下去。所以你内底是内底有天性的，你会得到。所以讲天性流露出来以后，所有的成性的物件对你来讲重要的，没重要的，无重要的，无重要。所以你的定内底，刚才讲，拢是刚才讲，跳跃有根。咱来讲跳跃有根，为什么好的声音入来，和歹的声音，咱的心拢会惊，拢会受阻落情。有当时做欢喜，有当时做生气。好的时做生气，歹的时做好的时做欢喜，歹的时做生气。会震动，会惊动咱的心，互咱心袂平静，重点为爱关在心。咱上看着家己，身躯上爱惜家己，上重视家己的感觉和面子。
所以这个就是诚实的物件，都跑出才会成个事。所以伊爱叫做是，这个就是咱自信当中伊本来伊有力量的事。这个是咱家己的本质。咱修道修到尾，其实拢无啥，要互咱天性的物件愈来愈济啊。要互咱本来咱咧顾迄个红叶去流露出来，伊就本来本伊的天性，要互咱今仔日愈结聚，拜的物件愈结聚当中，你的天性愈来愈济。后壁再去来讲，自性明智明呢，伊甲来讲是发展的理由。当成结出来以后，咱就理由出来，咱理由，咱理内底就听起来，天性流露出来，重点咱就用啥物开始，啥物来后，啥物较重要，啥物较无重要，咱的理由出来，为着啥？为着要互这项物件，为着要互囡仔受益，为着要互家庭受益，为着要互地方受益，这物件自然受的物件摕出来以后，那安尼话自然，咱会家己摕的，无要自己买，会家己揾落来的自己分享，家己委屈落去流转。这个物件当中内底，因为透过性的物件来互咱产生一种地位，地位内底就是讲，伊的目的在于，所以地位成了后，互咱产生一种的地位了后，伊的目的在于应啥？伊调和了人事分，在调和了人事分，伫人事分内底当中，透过伫咱的智慧。透过着咱的委屈流转，透过着咱的心内体，来调和着你内底来调和着人事分。迄个关系拢伫对，迄个关系拢是生活当中，拢伫婚亲、父子、夫妇、朋友、兄弟，无论的生活当中，你咧调和，明就是咧调和，调和。所以咱调和到啥物程度？咱的心调和到讲，今仔日迄个分寸该摕该进，该摕该进，迄个进退得宜的时阵，那安尼表示咱的性迄个物件已经有事，已经你内底咧启动着咱天性的这个物件。所以咱的关系袂好，伦理的关系袂圆满，其实认真讲，叫咱性的关系，咱后面可讲一点。所以伊就是明发财的目的，性就是要互咱产生地位，地位的目的就是要应，应就是要应人事分，人事分讲到尾就是伦理，知民行为之道，就是公法。当然，主嘛是本体，咱的本体有对无？我们本体都没变，我们本体都没变。虽然着囡仔愈来愈大，咱叫伊的心愈来愈袂活，毋过伊的心佫有挂在伊囡仔身躯无？是佫有啊，嘛是。因为究竟这个就是天性的物件，永远都改不了的，永远都改不了。永远都改不了。这个就是咱的本质，永远都改不了。只是着今仔日咱会因为着互相之间熟的物件，咱的将来愈来愈济，看法愈来愈无共款，心思愈来愈无共款，思维愈来愈无共款，标准愈来愈无共款，想法愈来愈无共款，利益内底甲产生啥？障碍，利益内底甲产生障碍。所以这第二面呢，伊甲就是咧讲天本是地，都毋是头前咧讲迄个法定之地。所以咱内底有障碍，敢若天本，敢若扫描咱的障碍，障碍拢是个人的内心当中。障碍都在
在自己的内心当中。因为咱自己，咱用咱的心来流露出互相期待，来互相期待来培养感情。啊，那安尼咱的心有问题无？咱的心本来就有问题，啊，用咱的心来培养感情，啊，这感情有问题无？有嘛吼？啊，那安尼话心道，敢是咧是咱的心？心道就是是咱的心，然后会是啥？吼，咱的心修好，咱的心就会满啦。安尼啦，有的人较色性，有的人较慢性，有的人较急性，有的人较惰性，有的人较马虎，有的人无紧，有的人粗心大。即咱的心，毋过咱的心的过程当中，咧面对应付艺术的过程当中，已经迄个心的物件拢无去了，咱拢知。我们都不知道。所以教会基本的物件就是讲，要排除咱内在，天地的内在当中咧做一种蜕变，将歹的物件，像咱无好这物件，点点滴滴去变成，自我去变成，自我去变成。啊，咱如何到咱的心里？无共款心的人留开头壳就有共款，咱要小心。哦，啊，若较马虎的人吼，伊敢会想讲，我今仔日通，哎呀，有家己的，有较亲己的，咱讲安尼想的。啊，急性的人吼，我倒莫安尼急性啦，我著较认真的啦，较投入的啦，啊，必定就是变啥啦？咱刚才想的，我们从来没有在想那个。咱真正是从心里来发现的，啊，迄个物件就是咱内在。啊，内在的物件，用内在的物件来面对咱的关系，咱的关系较袂好。有影，袂好。所以你内底用内在的物件，就会产生情和含用，就会产生情和含用。所以情和无利用都有心啊。啊，那咧无利和无心这两个加起来，安尼你有处罚袂通啊？咱有处罚袂通啊？一定用。有主人有迄个主权，毋过若你个主权都无实，你明白你情都用到，咱的心就低啊，咱的心的形象会成，就是这样而已。性的物件就流露袂出，啊，若安尼话，咱真正有性命的物件的本质，经过性命的物件的本质流露袂出。啊，若安尼话，今仔日在咱落来讲，虽然讲有所有嘛，得出哪里出来？另外是看的。得出的，重点是讲性的物件啊，重点就是，所以自性的位置甲迄个教育同款，所以同款入习惯显主款，咱慢慢体会就是，咱而且听到你透过着多元化的道理，每一个教师的道理，每一个经典的道理。透过着多元化的这物件，各种的角度、各种的思维来去咱的心里多元化，都是同款。毋过听遐济道理的目的，为着要成就出来呢？成就出来就是要咱主人做主呢。所以有同款就是繁衍主人，这才是咱今仔日重要目标。这才是重要目标。所以，而恁内底咱来讲哦。讲拥有者成之道，得先于故之，是哦，会知影，第一个就讲就是慈善故事，你是故事，得的是主理，先的是主流，故事的是主事。透过咱今日，你的心内的物件，结果偌济，改变偌济，咱理的程度你无同款。咱选择落来，咱选择要来遮找，咱选择要来遮找。咱对道的较认，对真理的认知，对真理的导引和母亲的人来甲找内底伊的导引的程度绝对有同款。所以有无共，而且有100位，有100位，有100位无共款，伊的心的导引程度，因为对在咱自己的处理的物件无同款。
自己的理念无共款，来自于讲今仔日咱对咱自己的要求，每一个人的标准拢无共款。所以程度无共款，咱若安尼为咱自己的物件，迄个认知嘛无共款。所以咱对咱的选择有要下偌济决心，因为选择重点在抉择。选定了后，伊的重点就是咧抉择，咧决定我敢要下决心。就这样，所以你内底伊来讲抉择，就是辞职。咱的认知有偌深，咱对道的物件、道真的物件，到底咱认为道真，到底咱伫咱的心中食的身份到底有偌济？道真、天命真，离咱的心中的身份占有偌济，咱身份提出偌济。所以你内底咱定咧讲道真、理真、天命真，那安尼到底咱的神的物件提出偌济？离你内底咧显出，那安尼咧显出伫咱到底有偌济？用咱理。当咱知了愈深，啊那安尼为咱自明，咱迄个明的物件就会愈明。迄个明的物件就是强定的心。看到以后当中，看到会看到细微处了后，倒会到底是会去改变。看到了吗？看到快改变。听到了吗？听到快改变。要改变，重点是第一个，咱对这个物件的认知到底有偌深的第一个，就是。所以后边来讲固执、贴心、固执就是自私。所以咱内在当中有障碍，咱内自性、自因性就是讲，本来咱先天带来，本来咱的自性本质，有咧。对咱本来就清清楚楚的，对咱流露出事。毋过咱慢慢学的物件愈来愈多，学的物件愈来愈多，看法也愈来愈多，思想也愈来愈多，见解也愈来愈多，想法也愈来愈多，听嘛听愈多，学嘛学愈多。结果学的物件拢是在心内底做有产落去，所以你内底当中甲产生的，迄个物件甲产生咱心就是我家的物件，甲产生咱我介绍的障碍。在我介绍的障碍以后当中，我练成着互相之间的障碍，对咱内心本来就物件产生一种障碍，但来变成互相之间沟通的障碍。安尼，若安尼话敢会到？爱调整，透过着这调整当中，咱就是教育。当然这是教育，所以自明成之教，免讲伊方法是用修道是讲是正大心之物，是利融合之功，是用是正是理。这三个，修道就是这三个，修道的魔术，八条路。就来他的道理迄个无事自序，落实实践。每一个时阵注意着咱的心的道德程度，是利用和成功。透过着咱每一个时阵，迄个领的论述当中，伫遐，互咱的心得到一个平衡点，调平和。调不合，输了。所以，这个就是要来自性、自明性美容的用者，性即名义，名即性义成名自性之本质，由气性而显出；名成自性之昭明，由自性而显贵。自性的本质是由
至性而显，咱的主法是纯，咱的主法实在主贵的。所以咱定来讲，咱这个身躯，咱这个心，咱拢有啥？咱拢有使用法。咱有所有法，咱的所有法拢咱的主法。咱拢有使用法，咱有所有法。所以透过的真正迄个知识所流露出来当中，知识流露出来的物件就是一种清净，知识所流露出来的物件就是一种无分，知识所流露出来的物件就是一种自然无碍。那安尼的话，咱道的主甲显示出来，道的主所显示出来就是一种方法，就是一种气度，就是一种高度，就是一种无碍，就是一种自在。安尼如果明性的话，需要过性不相歹，无要紧，透过着咱自身用功夫去调节咱自己，去调节咱自己，互咱内心当中透过着调节，透过着是真是而且嘛是慢慢安尼恢复咱本来自己。若安尼的话，咱心贵不对，贵咱内心，迄种贵气，贵的讲贵，伊是咧讲心的物件，所以叫贵气。真正的贵气，贵气于内在的。所以成就明即实，这两个物件是不可分的，这两个物件不可分所以而且咱第一段21章讲到这后壁咱进入到第22章，22章咱大家做伙来一下为天下之行，为灵性之行，灵性之行，即灵尽灵之行，灵尽灵之行，即灵尽本之行，灵尽本之行，即可以占天地之化用，可以占天地之化用，即可以依天地参与。为天下之行，为灵尽之行。天下之行，当讲就是讲宇宙的原动力，宇宙的原动力在神，伊有动力是在神，毋过伊的源在于倒。所以神的物件，当讲就是一种太阳经，就是太阳之气，咱头前也有讲过。倒就是无境。这个宇宙当中，因为道本来就是一种空气的东西，道本来就是空气的物件，伊就是一种空气的物件。空气的物件当中需要有一个太极的太阳之气，迄个叫做和田正气来运转，来互带动。但迄个和田正气，在于咱的内心来讲，叫做神，叫做自信。所以神当中，伊就是宏观的，叫做定。真的真叫做面对心，叫做用；心叫做整合心，叫做静。咱慢慢去来体会。神的物件，伊就是一种宏观，所以神自性流露出来以后，伊内在的程度提升，伊的关度嘛提升。伊看的角度和深度和远度绝对不同。迄个神的物件看，毋是看啥是这物件，伊有宏观哦，伊是宏观性的。真的物件是面对性，所以真的物件就是面对。
为天下至诚为人尽其实际，就是叫咱来面对。诚的物件，互咱有风光，就是伫个物件产生了后当中，就是要真，就是要真实。要真实当中一定要先自我负责。咱咧先面对家己的问题，才会当面对外口的问题。面对自己的事，才会当面对外口的事。了解自己的问题，改变自己的问题，将自己的问题天天改变去怎样？咱后要面对啊！咱对自己的问题要面对了，对自己性所产生，咱的性情所产生出来的问题，咱要面对。对自己的劣根性，咱有要面对无？咱若面对，用物件就出来了。所以咱若无面对当中自己的问题，都无要解决外口的问题嘛？自己的事无要解决外口的事吗？有要面对无？叫做自我负责了后，才会对外真实。所以对外面真实，咱讲的修道、修心、办道、治心，要安怎？不能轻的。所以对每一件事内底绝对无分大小小事。照片所事有无？看你的心，志气到什么程度？你照看后面讲你的事有无？看你的心，志气到什么程度？咱是用家己的心来面对这，还是用咱内在知性的心来面对？用咱内在知性的心来面对的事，哪里有大事小事？哪里有讲我这项做，那项要做？到迄个代志，是咱的心内底有无真的？就是安尼。所以语言内底就爱咱慢慢去体会。所以先来面对家己的问题，了后面对外在的问题来产生的就是一种的用。所以咱的点所以真实是一个点，真实是一个点。每一点到尾来，密度愈来愈悬。咱真正每一项代志拢在真正的时阵，到后壁来变成一个面，迄个面叫做思念，迄个面叫做思念啊！迄个点滴滴是在内心世界点滴滴啊！每一个时阵，伫迄个点滴滴内心世界自我负责，对外口的事嘛好好安尼来进行。虽然每一个人做的拢是一个点，每一个人在做拢咧尽咱个人的本分的迄个点在做，毋过迄个点的累积到后壁叫做啥？整体叫做思念。咱若无经验，要讲打思念有可能无？不可能。无可能。经验思念是有责任去累积的。那那事就是整合性，也就是实际。所谓伫学用语言内底有爱理为爱，袂使理为感恩，袂使理为包容。所以咱讲到尾来讲一句话，搁较安怎嘛？我的爸爸，有无？搁较安怎嘛？我的妈妈，搁较安怎嘛？咱的中心，搁较安怎嘛？咱的前提。搁较安怎嘛？咱的点传书，搁较安怎嘛？咱的领导，搁较安怎嘛？咱的组长，搁较安怎？回归回来哦，你的感恩有没有变？能不能变？主体不能变，迄个是咱的本性。所以外口外在的事有问题无？外在的事有问题，种种点滴滴有问题，种种有问题。这内底条比含用拢有关系咧，安尼哦，同关系有关系，看好嘛有关头嘛有关系，角度嘛有关系，咱面对的态度嘛有关系，咱的内在无合理，要要求着外在的合理来配合嘛有关系。
这物件无？有嘛吼？毋过爱比一句话，搁较安怎？嘛安尼做明星啊，嘛安尼经济，嘛安尼台湾事，这个是主理性不能变啊。所以他为成绩和成绩三面当中，伊就是咧讲，就是咧演，在演化给咱的主理性。对啦喏，要有成绩，成第三。所以为天下至诚规律，尽其性。迄个性的物件，性，咱的自性，即个本质归透过性的物件所有咯。啊，性的物件流露出来当中就是咧对啊，伊对家己都毋对外口，安尼。毋过主义不能变，咱的主体袂使变，咱的大主就袂使变。故天之道在归，吼，论即个就是天王星之道。地之道在义。义就是情，所以得有保护之道；人之道在和，和在平，人切恶其事。这个就是讲咱的主题，这个就是讲咱的啊。灵性以性者，即灵性人之性。咱每一位当中拢会当寻着咱内在由性所流露出来，来改变家己所由性所流露出来，愈改变自己，咱的性。流露愈济啊！啊，愈改变，愈想要改变，愈想要调整。那安尼的话，今仔日就是啥？就是咧调整伫咱自己的性情，要来恢复着本来我的天性。所以当天性一直咧进，一直咧流露，一直咧流露无灵亲人之性。咱用天性来相处啦，叫做亲人之性。因为咱每一位当中拢有天性，每一位当中拢有天性，所以咱要上该珍惜，上该清净。咱自己的偏偏愈来愈少，咱自己的想法，咱自己的看法，咱自己的思考，咱自己的迄种的见解，迄种的习气，迄种的习惯性愈来愈少的时阵，相对会愈来愈好斗阵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别人伊的内在，伊的天性嘛是有必要清净，咱的内在的天性嘛需要清净。互相之间迄个清净与清净的物件在一起，那是一种什么？一种天然之意啊，没有杂音啊，爱人的第一，啊，这个是配合的，就是。所以内心迄个内心单纯舒服。互相斗阵，互相斗阵都是可以抑制。你的内心咧想啥，我想得到的，会啦；我内心咧想啥，你想得到的，会啦。袂讲今仔日拢是无，毋知影你咧想啥。啊，这关键伫对，是为的关键。所以当咱今仔日咱的天性的物件流露出来当中，迄个互相之间的相偏相异，迄个物件，就是合，就是咱第三步就是合。哎，所以第二步就是讲叫咱清清理，第三步才会当合。咱若无清清理，咱的内在第三步我讲合，我讲合。所以人就是你要谈配合，上下合，就谈合本。合的功能就是咧，和的功能就是咧维持关系。好，自性所爱的物件，大家拢为自性所爱的物件，我用嘛，咱嘛用自性的物件来讲对待。自性所无爱的物件，咱爱用自性所无爱的物件来互相对待。哎，自性爱啥？咱第三步。安尼会合的，会合的，哎呀，你好简单啊，足简单，啊，佫足歹势，因为是足简单，重点伫遮吼，所以你内底咱讲人的事，吼，人的事，吼，啊，灵之性，证明是本质性，
冷静人之性，切人是本之性。当咱今日咯，交谈当中互相迄个物件愈来愈少，那安尼话相对的当中，咱自然经过一番的经历。咱自然当中，咱有经过一番的忏悔；自然当中，咱有经过一番的克制。对咱的情欲的物件，咱有克制的；对咱个人的美感的物件，会克制的；对咱的偏见嘛会克制。所以讲，咱咧慢慢咧克制的过程当中，当然，伫迄个过程当中，大家关系愈来愈好，啊，对本的关系愈来愈好咧，有哪会好？对本的关系当中，对人会产生慈悲心、亲恩之心，产生相对对本的物件自然视不如己。看到所有的动物，看到所有的动物当中，咱拢甲当作一个小生命在对待。当中看到伊的生，咱会感觉足欢喜；看到伊的死当中，咱会感觉足可怜，有亲恩之心。所以由小人当中来咧，到进到社会，互相之间叫做惺惺相惜，含本的物件好意味。爱的物件就是爱互着，透过有生命的本来进入到对有一个物件，对迄个无生命会出现的物件，我们会去珍惜。爱的就是保护、保护，这就是互相了后面爱去安怎？爱去互惠，爱去互惠。因为大自然的物件本来是大家共有的，嘛是咱着来利用的。所以咱敢要珍惜大自然的物件，敢要保护大自然的物件，敢会使互袂去污染大自然的物件。所以，伊迄个果子，对迄个大自然的物件，所有的受苦的这物件，伊是为心提出一种无分别的心的爱护，咧照顾咧，安尼。所以上对咱爱护着，要安怎爱护着咱大自然的物件，上对咱敢要守稳。咱对所有的物件，这物件当中拢是上天的福分，所有的本拢是天所生。